今仔日，宜蘭大里天公廟頭前傳出6台車弄弄做伙車禍，其中一台白色休旅車衝出去護欄，卡在鐵基路邊的山徑，規台車是嚴重變形。那這代替的交通也受到短暫時間的影響，加在是無人受傷。另外，在台南的也有一個駕駛，唔知是啥原因，強衝出去，弄到7台歐多拜，造成1個人死亡，7人受傷。路邊滾落來機車攏變形，連行線規頭卡。這個事故是在台南安定區西港大橋卡往公寮步環差不多1公里的所在發生的。30早起差不多7點40分，一台烏色小客車不明原因向反向衝出去，有7台機車互弄甲變去，造成8人受傷送醫，其中一個騎機車的人送醫了後救無轉來。初步釐清，本案汽機車駕駛均無酒駕情事，肇事責任目前尚在釐清中。另外，北台灣原來傳出一件嚴重車禍，中晝12點外，有一台拖車沿台2線往北行駛，經過宜蘭大里天公廟前，好親像破鏈失控，連續衝撞停佇路邊的5台車，其中一台白色休旅車衝出護欄，卡佇個鐵基路邊。車禍現場規個如蒼蒼，駕駛手冊帶失靈，好在在現場無人受傷。伊當陣是爆胎了後，啥物狀況？車又關去啊！規個無法度控制。關去唔知去掃掉。後面那個運車因為疑似前輪爆胎，導致撞擊後面總共有5輛那個自小客車，現場無人受傷。因為這個車禍歷史山坪樹尾卡到火車電車線，為了確保安全，代替隨駕復用到大里西正線封鎖，暫時以單線雙向行駛，部分旅客行程因為安尼有延誤。會不會行程有受到影響？會，還是會有差。是原本我們幾點想要到花蓮去？就原本這班3點45吧。代理表示，經公務甲電力單位現場評估，暫時無影響行車，已經在下晡2點17分，擱再雙向通車。不過列車也是以慢速通過事故現場，聽候吊車到現場了後，再擱進行封鎖吊掛作業。記者採訪報道。